5月28日，權利平等。大多四分會都由自願調整規則的會員組成。一段時間以後，內心的恐懼與抗拒慢慢消散。我們意識到，我們不該剝奪任何人從嗜酒中康復的機會。我們要盡可能包容接納，而非排斥拒絕。AA 傳統如何發展？第10至12頁。4給予了我完全的自由，毫無條件接納我加入協會。AA 的會員資格不取決於是否順從規範、經濟能力、社會地位、學識高低。對此我滿心感激。我常常反省自己，是否也給予了他人同樣的平等？是否無意間剝奪了他們改過自身的自由？今天我願意信仰、耐心、愛與包容取代恐懼和抗拒，把這份寬容帶進 AA 分會家庭與職場。我努力把積極溫暖的心態帶到我所到之處。我沒有權利，也不該隨意評價別人。看待新來的 AA 會員家人和朋友，我可以選擇視為威脅，也可以視為彼此成長的老師。每當回想自己過去偏執傲慢的想法，就深深看見，自以為是給自己帶來了多大的精神傷害。